下水道您这一趟提醒您，左门刹车，请注意脚下空隙。We're now at Mingwei Road. 本次列车开往金海路站方向，杨公石口腔提醒您，下一站朝阳站。Next station, Chaoyang. 它有一大堆多余的钢轨，我有点想拍这个供电网。哇，现在这个景色还挺好。我是第一次看到它那个收割之后的稻田。哦，这里是不是还没收割？这就是典型的南方的那种，就是冬天来的话，很多收割掉，就跟刚才那边一样。哎，这个很像1号线出城之后的样子。就是那个高铁，就是往那个，就是去上海那一段也是那样。哇，这个太高了。这个是那个种藕的吧，还是什么？这是不是种藕的？我不太确定。朝阳站到了，您这一趟提醒您。朝阳区。现在正式进入后头嘛，营房这里的后头。哎，北那个1号线北仑站也有这个候车室啊。这里合并了，好像。
请站稳信号。这个乘车就有错。对面这车怎么不动啊？幻觉，海市蜃楼，动了。这有人坐的。雅风市口腔提醒您，下一站南渡站，各位乘客，提站时请先下后上。我觉得南渡肯定有。身边的老人和小孩，以免发生意外。感谢。我怀疑，我也不知道。南渡应该是个村子吧，像这里都是没有开发出来。稻草人。南渡站到了，您张1号提醒您，右门下车，请注意脚下空隙。南渡站后好像有一个乘车线在对面，这里应该可以开的吧？乘车线是吗？乘车线就是它在这一条轨道那边还有一条轨道。应该有，那边对，那里还有一条在右左前方。这跟1号线轨道用的不一样，这是叫什么3型无闸轨道，1号线是1型无闸轨道。雅风市口腔提醒您，下一站外东路站，各位乘客，地铁车厢内拒绝扫码推销、派发物品、乞讨、卖艺、闯祸，敬请配合。Next station, Dongcheng East Road. Begging, lying down, scavenging, and soliciting are not allowed in trains at stations. 就刚才那一段是吧？对，就刚才。大成东路应该这么有人了吧？大成东路都快到了。我下一倒数第几站？倒数第2站。那也不远，挺近的。那快啊！这一段跑的。不过汽车来也时间不久。这也是那个4S店嘛，那种买车的地方。哇，这已经这么远离市区了，就跟我家一样。远郊。对，真的是远郊。这中间留的比1号线宽，1号线没有那么远。苏州有轨电车终点站是不是也差不多？远郊。那是。新区的远郊是终于。前面应该还要过一座山，我记得。真的。就是没有隧道，但是它就是从山的中间要穿过。这一站还有这么远？不过我第一次这种居高临下的看梁，之前都是汽车来，就感觉不太一样。对，就这座山不是很大。对着阳光就比较难受。那前面会管一下吗？就是防止山体滑坡的方式。我这张今天是直接把山劈开了。这比以前好，居然有人行道了，以前连人行道都没有。不行，今天天气不好，不然这凤凰市区应该看比较清楚。有一种从 JFK 看纽约的感觉。
转向是吗？这得有人吧？这站也没什么人。这站应该也是属于只有下没有上。不是从这站坐到金海路啊？可以。对啊，这站坐到金海路比较酷一点。阳光市口监提醒您，下一站终点站金海路站。各位乘客，列车运行中，请不要手扶或拥抱车门，以免发生意外。Next station, our terminal, Jinhai Road. For your safety, please keep clear of the doors. 这慢轨都已经慢了不知多少年了，这个。哦。多岛公司 ，Bird。We're now at Jinhai Road, terminal of this train.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Ningbo Rail Transit.
常的具有现代感。对，这简直是公共交通。哎，这个太棒了！这已经是长途客车站的水准。225往这边。对啊。坏了个灯哎！哪里啊？那个 road 的地坏了。哦，它给它坏了。road。